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烤肉饼，烤肉饼，我不来吃。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几年前，台湾有一出伫华人世界造成轰动的影剧，叫做《通灵少女》。内面演的是仙姑的日常生活。仙姑就是专门替阴间的亡者传消息的人，也就是过去遍布做社会所讲的红姨。顶一集金家辉故事内面，讲到一个本地无想要嫁予做事人的残存小姐，因为命运的创治，将其尾要是嫁予正残的勇啊。警察伫结婚后，犹原无法度甲迄个因为车祸过身的无缘翁婿放袂记节，半暝啊偷走去找红姨。互伊和永爱婚姻乌云大雾，未得安宁。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参庄传奇纪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金家会续集《看红姨》。阿中是永爱的好朋友，自做囡仔时代，阿中的牛犅咧闪，拼死拔。永爱约着牛，搁甲动起来，为牛骹食拼，甲行到半小时的阿中救落来了后，两个在那西公啊神杯，靠大甲相连。永啊人勇，汉草粗，自然是毋知通烦恼的人。见若看到。拢是一支嘴啊笑笑，结果是面啊擦擦，错干交两句，代志就过啊。哪知这几工，逐摆见面都目头角角，有影真替伊担忧。永远是旧年娶某的，因某叫做阿蒋。伫嫁人进前是专门4个咧，甲人修指甲兼挽面的，结婚了就无做啊。本地阿蒋无要嫁予庄脚做事人，运命作弄，因缘有时是做好好，真恶走险。带着这个人称呼做真教会的水某，用啊真甲疼惜，田园粗重的工课毋甘互伊捌，家己硬做。有人笑伊讲：带水某袂输庄脚人学一丝新西米咯，拍是拍啦，警察因袂着，徛伫厝内看风诶。伊也袂生气，闷闷啊笑，因人讲：哼，讲罔讲，厝内有西米咯通看风，免穿干那心情就爽。阿蒋会使讲是永啊上宝贝，几年来。阿中知影永啊无少艰苦，敢若想要互因某有一个较正样的日子通过。照讲，即阵无应该看到即款油头革面才对。
你是安怎？规工目头甲暗暗，是啥物代志袂爽快的？无啦，无啥物代志啦。问伊，佫无爱讲，实在互人替伊烦恼。庄内有一个叫做奎仔的老查某，毋知要安怎讲伊的身份，无田通做，毋过生活佫还会得过。伊是专门咧甲人牵红姨兼收惊的。这个时代，定着有人毋知即款行业对古早台湾人的意义，请互我这个讲古的兼辩士，加话做一个解说。红姨应该是编报族风俗惯习的一种身份，伫现代语叫做通灵的人，替人甲拄死无偌久的亲人牵来面会讲话，叫做牵亡。若死真久啊，也是讲甲对方无啥亲情关系，要引来问话，就讲是牵红姨。收惊是小儿科专门。囡仔着惊骂吼，袂食袂困，无一个定着。伫医疗无遐发达的时，就带去互人收惊。免食药，无注射，袂苦袂痛，干那缀一碗米尖尖，用囡仔穿过衫包条咧，抱囡仔去。收惊的人点3炷香，伫尖圆的碗面回，嘴面念咒，了后甲衫偷开，看美面的图样解说。讲囡仔是去互啥物惊着，也是散着。牵红姨有收红包礼，无现金，嘛会使用物件代替。收惊无收经费，迄碗米就是谢礼。若伫现代，红姨应该讲是古早的后现代资讯业，电脑网络嘛无法度互阴阳界互相通配。收惊的当然属的是医师公会。亏也无报到一里地，一年烫天就是米红毋捌空过。讲来业务还算稳定。亏也住伫高下庄仔尾，用下因兜是伫高顶庄仔头。阿将本地甲亏也两人袂惊甲遐接。有一摆，亏也要出庄去甲人牵红姨，对用因门口埕买过。阿将，你要搁共收整家哟？无啊，无你甲家私搬出来要创啥？我惊久无用会生菇，摕出来晒日头啦。迄天日头真美，阿将想讲，迄套甲人收整家。擦真假以为家私久无用，自己用了后，伊就无搁靠这道转食，家己嘛毋捌用过，惊生菇，就拍开伫埕面拍。亏也看到真介意，翻头转来时，专工就去找阿将讲话。庄卡人无论查甫查某，拢着做田过远，连面都袂顾得水，哪会有阳光甲条件？通管到镜头去，阿将希望因翁约毋甘互伊过头墨水，总是较勤恳的厝埕工课嘛会斗做，阁有结婚前的一桩缘故，煞家己有迄副收整假、擦整假以为家私嘛无咧用。独独这个课做红姨原本就有我甲人无共的装摊清擦，阁免做实，当然会想要甲整假装一个。就高正酱改收，要搁擦怪色的整假油。歹势啦，我无要搁甲人收整假。深开始，阿酱毋肯，袂手，亏也甲伊条件交换。你敢有啥物过往的亲人想要甲伊讲话？你是讲，你若肯甲我收整假，无论你想要甲死偌久的人讲话。我拢有法度甲调来。阿将伫要袂记用下进前，
有甲人恋爱过，嘛有送大饼寒定，哪知煞出车祸夭寿去？毋知即时伫阴间过了有好无？嘛毋知伊有欢喜即个无的某嫁互勇啊无？真想要甲伊讲话问一个真。亏啊！我有想要甲一个人讲话，你真会使甲调来无？你当作牵红姨，凊彩就牵有哦，着爱经时经所在，搁爱用真侪项道具，才有法度牵。安尼哦，你先莫急，真假先甲我收收咧。2天后，等月娘无光的暗暝，你才来交下庄仔尾找我。再来，阿蒋真罕得出门，上济是转去后头厝，拢会叫勇啊伴伊。庄脚人若毋是孙餐水，嘛无人3更半暝咧出门的。阿蒋哪会固定1个月，拢会有一暗，等勇啊困去，就出去。迄暝，勇啊要困进前，第灌伤济，半暝爬起来放尿。哇！阿蒋哪会无困伫眠床顶？厝内、厝前、厝后，拢找无一个人影，愈找想愈无。奇怪，3更半暝是会走去倒？翻转工精神，阿蒋共款早顿款烧烧等伊食，也无讲昨暝走去倒位的代志。过来几工，暗时拢真正常，勇啊一时煞摇移。敢会是迄暝我家己咧喊眠？几个月后，勇啊才知影阿蒋1个月会偷走出去1摆。拢是咱人月底半暝，伊煞摇移。阿蒋，敢会是外口讨客兄？毋过阿蒋来都遐温顺，对勇啊嘛真大心体贴，太安尼。这就是勇啊忧头革面的原因。伊是要安怎讲互阿中知？唉，有一暝，勇啊专工毋敢困，但因某起床，就叶后甲米行，对到狗下要出庄啊，看伊行来到溪仔因兜，这毋是迄个红姨的厝，奇怪，阿蒋半暝走来遮是要创啥？房间内搁点蜡烛仔火，勇啊看到溪仔出来开门，阿蒋无讲话就入去。两个分明是约好的，敢讲溪仔提供场所，互客兄伙计做散看。勇啊一时掠狂，想要撞入去掠狗。佮惊伤冲动，若混唔掉去，代志就袂收山。无大话，米窗仔边偷听偷看，看阿蒋逐个月拢会偷走出来一暝，是咧变啥物梦？啊！蜡烛仔火花去啊！暗面望看拢无。念伊就听到溪啊，毋知咧念啥咒语，念真久。了后，溪仔的声煞变查甫声，甲阿蒋咧应答：“阿蒋，你来啊！我足心问你。”阿明，阿明，你伫遐过了好无？迄个查甫声，是你拢花食头路的迄个。这时勇也知影，阿蒋是来互溪仔替伊牵红姨，
看迄个本地甲伊订婚，伫农会食头路，尾也骑18去互货物仔车弄死的。好佳哉，好佳哉！阿蒋毋是偷走出来讨客兄。知影因某毋是外口讨客兄了后，勇啊心情有较好，家中阁有讲有笑。哦，无怪你迄阵啊，逐工面忧面结。当时啊，你叫是阿蒋，外口有查甫人哦。我实在真不应该，乌白怀疑阮某，伊是走去溪仔遐牵红姨，要找迄个无缘的。啊，讲来嘛算真有情啦。活人袂使甲死人计较，世间无人讲活人咧甲死人一错生的啦。你当会使宽心啊过日子啊。毋过，代志到这还袂煞，这站时间，勇啊煞愈想愈惊心。明明我这个活人遮尔爱你、惜你，你还袂满足，逐个月去找死人灵魂，敢讲死人会讨趁饲你许？阿蒋的心要附伫别人身躯顶，虽讲讲是死去的人。活人毋是袂甲死人计较，若牵涉到爱情，啥物都有人咧计较。袂使，我一定爱甲阿蒋讲互清楚。用阿正面甲阿蒋讲出伊的不满，人阿蒋嘛阿沙哩，讲袂阁去找亏啊，牵红伊啊，请红婿免遐搞操烦。拢依交予伊的得意门徒阿蒋，佢也感觉阿蒋闭口神言，答案哪看哪假。但其实阿蒋爱甲迄组修指甲、擦指甲、里里扣扣的鸡丝头啊送伊。阿蒋为指甲花变红姨了后，约下厝人有人斗趁，听讲有欠寡钱。一做工课，嘛无较早遐骨力拼死。深头啊，因某咧牵红姨的时，勇啊拢伫边啊，袂手。勇啊，你生时袂合，袂使伫边啊，若无神魂袂活来。安尼我要去倒位？要无你去找阿中佚佗啦。阿中看勇的面愈来目头愈夹，问伊讲：“唉，你哪个油头甲面啊？是毋是还咧甲死人计较？”无啊，太有。唉，你哦，唉。伊阁毋承认，这款镜头连好朋友嘛无才调伊。阿蒋做红姨的名声愈来愈响，连外镇的嘛有人来催，定定爱几礼拜前就先排号码，才超有时间。囡仔收囝的膝头，利顺才一碗米，都无引人做这项啊。勇也想讲，阿蒋这纯情的人，定定嘛会牵迄个骑18的出来讲话，头壳来就扑出较早。阿蒋互人知，长头鬃互风吹叮当。规路拢是快乐的笑声，愈想愈有影。搁过一年，阿中就罕得看到勇啊，听人喊讲，伊拢伫家人跋筊，真少转来装人。伊伫家人搁夹到一个酒家底的伙计，两人伫遐有洗一间厝。差不多阿蒋红姨做3年了后，人客伤济，嘛选去甲闹热的家人开堂，叫勇啊，甲迄个伙计做伙带转来住，正式变勇啊的婿姨。毋过阿蒋同款温顺好性地，大某婿姨毋捌冤家，情差过无偌久，
迄个细姨嘛咧对阿蒋学牵红姨。今仔日的广播剧《牵红姨》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用唱片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勇啊吴兆祥演出，阿忠林君华演出，阿蒋郑义杰演出，惠啊林秋霞演出，阿明林瑞坤演出，曾民王庆之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放花来卫生。今仔日要来甲民人生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叙事的台语社陈明仁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露、慧玲。上来去咱先来听头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家听众平安，我是闹台语叙事台语社的做事人阿关。这篇牵红姨读煞我的感想，我是想到。过去应该是不管是现处时还是以前，拢每一个社会拢有一个这款的职业，就是咧帮助死去的人，还是鬼，还是神，甲人咧沟通的这个工课。以前呢，我是真迷这个外国就是北美、北欧这边的沙曼，我甚至佫去找加拿大的沙曼帮我做这个心灵的治疗。佫有迄美国的影集，也是有。咧讲一个灵媒，伊安怎咧帮助死去的人？伊讲一寡话，互伊原本厝内人会当安心。就是我研究遐侪华国的遮个灵媒，还是讲沙曼，毋过我煞毋知咱家己台湾人的历史，咱平埔有红姨，即个真要紧的，咧帮助人的即个和社会心灵会当安定的角色。所以我就感觉讲，好佳哉阿玲把即个咱台湾的历史写落来，互咱会当。把这个红姨的故事继续传落去安尼，再来就是讲，这个阿玲咧描写红姨甲囡仔收惊的过程，我头壳的电脑的，那我扭去做古早的，我细汉的时阵，无去互收惊过，嘛是有米啊，嘛是有香啊。而且我佫会记得迄个去互收惊了，是最安心的迄种感觉。我感觉歹运走去咯，好运会来哦。这是咱社会真特殊的台湾一种心灵治疗的方式嘛真要紧所以
好佳哉阿玲有大只写落来，互咱毋知影咱家己故事的人会当去甲咱家己的故事找回来，多谢。大家平安，我是魏良，我住伫国啊。看这故事实在是有一种时间、空间的这个转换哦，啊嘛是真感动的咧。因为我本身家己做的是这精神科的护士，所以知影讲其实咱人有一寡结伫咧心内，其实是无法度真简单用想的，也是安怎的方式来拍开。看到这篇，感觉用这看安逸的方式。来转化讲，咱人对这过身的人的一种思念，啊，这种连结，啊，甲这种化解的这个过程，真有意思啦。因为咱即摆现代社会拢是通阿管咧讲的，有时啊，叫做西方的这个时代，一定是讲去看什么心理师啦，是安怎？但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为迄个人性的迄种存在，啊嘛袂互即个去艰苦的即个人会感觉讲哦，有啥物歹势啊是安怎？因为咱若讲咱即摆人去看心理师，啥物会感觉真歹势嘛吼，还是讲见笑安尼。啊，我即摆想要讲的即个感想是讲，这篇到尾啊吼，就是两个查某人拢去做看人伊即件代志，我会感觉是讲，有一种迄种敢若死亡的迄种报复的感觉啦。就是讲，这个伊就咧一车算嘛，这个主角，这个阿勇啊，尾啊，这个安排，我是感觉真有意思安尼。好，先讲到这。好，大家平安，我是陈罗吼，我是一个算想要用台语来过生活的台湾人。我在读这篇的时阵，头起先看标题是感觉这篇可能是在解说讲什么是看红衣，因为真正像阿关对我讲的，就是红衣这个角色其实对台湾人拢足青分的，其实拢无人甲阮讲这是什么啊，所以在头时讲我想要来了解一下，啊结果煞毋知敢毋是呢，啊而且佫是煞接顶一篇阿蒋，还是讲阿蒋的人生，遮厉害，有通安尼写真正无简单。啊，而且我感觉讲阿林在描写勇啊伊的心情嘛，是写甲真有吼。勇啊，就是讲，就是咱读来就知影讲，伊其实就是一个足普通的人。啊，伊就是像威廉讲的，伊的夜车算，迄个底厝干啊，就规个车道安尼，就是讲一个水某啊，就向来。嫁伊啊，嫁伊了欢喜啊，欢喜无几工就开始想空想胖啊！啊，原本有一个美梦，哇，真系娶了一个水某啊，真正是一世人幸福。啊，毋过尾就佫有发生一寡代志。啊，尾就哪像是讲伊的人生原底是敢若是变足好，啊，毋过怎有走进去的迄种状况。毋过即个所在我就感觉足趣味，就是哪像是对我摇啦，就是讲是毋是阿仁伊也毋甘啦，毋甘讲。啊，就是阿蒋啊嘛，毋甘讲阿勇安尼，就是规个心情歹啊，就规人生就毁对去。所以落尾就用即个，我感觉无算完满，啊，毋过是一个要会得过一种结局，要会得过一种结局，互因三个人会当安尼成做一个家庭。啊，这后壁我嘛有一寡问题想要问阿仁啦，吼，就是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我感觉。就是阿仁遮足够共写的，就是接选两篇。我头一篇读了，我感觉讲阿蒋真正是，看迄个文字就感觉会当感受到阿蒋足水的迄种气质吼。啊，这篇更较深去知影着讲原来阿蒋伊是在追求伊家己的人生。伊在做选择的时阵，伊袂去受伊的身躯边发生什么代志去影响，伊就知影讲伊要爱啥，就是伊要做什么事业。伊就是足认真足拍拼啊，无去受外口的管教去改变伊的意志。我感觉这，互我对阿蒋更较有，互伊去杀掉顶八卦迄种感觉，我去杀掉。好就安尼。大家好，我是住伫咧台北的慧玲，即摆真欢喜，通直接。甲阿仁先讲，我读伊写的故事的感想。阿蒋嫁予阿勇，阿勇请伊惜伊。
我准做阿酱伊有美满的归宿，都是一个 happy ending。不过故事先开始就 happy ending， 还有啥物好写的？没想到阿仁先伊就甲故事洗一个头，互 Q 甲阿酱两人行斗阵，就行出这篇看翁姨。故事上尾，搁雄转一个角，用的细姨嘛对阿酱来看翁姨。这个故事短剧情就煞转几来个练阿仁先真够讲过。这篇我读了其实是感觉傻逼死阿勇爱阿酱，毋过阿酱伊心内有别人其实因两人拢故意人拢真纯情，两个无缘的纯情人煞正做翁仔某。我咧想讲这篇会敢算是苦出？其实嘛无算苦出，我感觉伊是代表人生，因为人生本底就袂圆满。当然啦，咱若为阿勇的观点，阿酱无爱伊，这都有够苦啦。另外就是下回故事内面罕得有对话，这篇对话就敢若伫一个所在，就是庄脚人讲阿勇的闲仔话，甲亏讲伊娶水某。阿勇的应讲，厝里有洗米露通看风，免穿，敢若心情就爽。对，迄拍对话有够水，因为有道具我甲真自然。我特别介意“爽”之字，就是咱甲这个“爽”这个写画出来，就有一种口气气象解物的效果，是无？咱若用中国话讲“爽”，迄味就完全走进去啊！好，多谢。好，咱感谢四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落来，咱来听作者闵仁先的回应。其实顶篇阿酱有吼，因为偏好关系我无多写了嘛，这是一个纸篇嘛，这就是阿酱的属性嘛。拄则有咧讲，我若这篇无迄落，佮拢讲较早较以前有讲一个说明这篇无，这篇就是增加会属性啦。因为我成都袂使遐久嘛，所以用这篇就增加会属性。内面特别吼，我甲阿姨捡入来，因为我伫这个大面大家刷笔有写了阿姨愧无？阿姨愧我伫大面大家刷笔有写着，我需要介绍阿姨这款台湾过去的这款人物啦，我才有讲安排啦。当然，我这毋是咧讲爱情啦，因为这样对用嘛是真感心但是生活呢无都袂记对正迄人这嘛是人性时常会想到当然是若计互迄个食头路的对吧？晓开威士巴这嘛安怎？迄嘛是会想伊并无背叛爱情无婚姻并无背叛婚姻这是我的解释。好，感谢闵仁先。接落来是咱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仁先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故事内面有安排阿忠这个角色，就是勇伊的好朋友。有啥物特别的目的无？是毋是讲要借这个阿忠伊来写阿勇的造物？譬如讲阿勇伊心境还有伊的外观的转变安尼互迄个故事会当更较活跳。若是无阿忠这个角色来写阿勇安怎，这个故事会差伫倒？真好问题吼，因为我头前是用一个囡仔的观点，倒过来因结婚了，做我代志毋是囡仔会当处理的。迄50岁囡仔无在处理阮代志啦，伊好朋友对伊的观察有无？掠一个伊的朋友对观察，再咱感受阿勇的差异性啦。较早遐尼美满了，伊差异性伫倒位，就是伊的好朋友才观察会出来。毋过注重伊甲这个迄个把那个白有掠到了，因两个变成好朋友有无？迄个角色需要啦，袂使整篇即一个50岁囡仔来讲啦。
我即摆看这故事真趣味，伊尾啊就是即个主角阿蒋，伊有转变伊的即个职业嘛吼，对咧插指甲尾啊来做这看人伊即个代志。啊，即摆想要问讲，伊即个查某人已经是基本上伊就是咧做插指甲的即个职业的时阵，就一定是经济独立啊。是安怎伊佫会选入即个无爱情的即个婚姻内底啦？其实。就亲像拄啊先咧讲，因两个其实应该是无啥物感情，是安怎即个阿蒋佫想要甲即个阿勇啊结婚安尼。啊，第二是讲尾啊即个铺排，就是讲伊迄细伊佫啊变做互伊看来做看啊即个职业，是安怎要铺排最后一段呢？这是毋是一种温柔的报复？查某人温柔的报复安尼？因为我这个时阵我专门塑造一个台湾女性，啊，这样这女性，我咧讲伊的手段啊，到到尾讲伊手段，其实我对讲阿蒋的事，我想要铺排一个画面啊。我写阿蒋的事是要铺排，是讲伊伫设场，啊，负责囡仔伫遐插针甲，好个画面啊。啊了后到遮来有无吼？阿蒋吼，我共款要讲要写伊的性格啦，伊安怎处理代志手腕啦，当然。你插针甲迄个，迄是伊过去的生活，啊，即摆搁来的生活，伊嘛是咧记落啊，伊就结婚了就无要做啊，结婚了就可以咱爱考按读册啊，等是一个所有讲连3年以后嫁互用啊，是嘛无插针甲话，等是急，啊，这是属急嘛，啊，安怎嫁互用啊？啊，伊要理想的人都无啊，伊要想要嫁理想的都无去啊，啊，总是大事爱嫁啊，用啊头到尾拢甲咧甲迄种。嘛是爱嫁伊啊，迄是应该免说明啦，无啥好条件嘛，用个人拢袂歹啦。迄个时代查某人你无讲无嫁讲，人袂讲话啦。啊，尾啊，佫带一个伊的细姨嘛，甲斗阵做红姨啊，所以变讲即个阿勇，无拢要去做红姨去啊。啊，无因安就家己话要安怎？要互对外口哦。最后是安怎？即个细姨嘛爱去做红姨，即个铺排较趣味啦。当然你讲夹着的。这个是本来是迄个外口，迄个粉皮的酒家底下啊，啊看着讲有当头查某人，我若要有一个正经，做一个正常人无较好。伊是迄饲啊用阿用夹着的啊，就是即个迄个粉皮的世界啊。啊，要这么做人是做人无总是要有一个稳定啊。啊，较早查某人要找头，也无咧学功夫啊，要做学功夫那么查甫的。啊，就机会通学功夫就罔学啊！你爱知影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啦，查某人是社会，阮就无路通行嘛。尾后台湾关起化，才有查某人做女工嘛。啊，无较早查某人啊，无读册也无啥，敢会当去做小主啊？当伊拢无才调嘛。伊咧爸母做诶，伊迄个翁伊是当地诶老大呢。尾后才失去迄个政治上诶势力，才失去，啊变做一个行业啦。啊，无翁伊是算建筑群诶老大诶啦。我家己变化，变做也通人，也通啥咧啦？时代无共嘛。歹势，阿仁先拄则你有讲，就是这细姨这是什么手段啊？我是不是拄则是不是安尼讲？我都毋知影是啥物手段。处理代志手段啦，因翁有外意，外口甲咧去啊，伊要处理这代志啊，嘛袂使离言啊，迄个时代嘛袂使离言啊。其实我的问题就是甲拄则大家迄个要问的差不多，毋过我的角度就是小可较另外一个，就是讲共款是煞尾即个结局，因三个人成做一个家庭啊。想要问阿仁是讲，以早迄个时代，就是应该差不多阮阿公阿嬷迄个时代啊，就是我嘛有听过，就是嘛无讲足济，毋过有。即款就是种有细姨的家庭啊，是单单因为伫即篇内底啦，就是咱重点放伫即篇内底是单单是因为讲，因为迄当以早的时代社会背景，大家迄个资源拢就欠缺，所以若准会当加一个骹手做伙换家，安尼是毋是因为即个原因？啊，是讲女性社会，就是讲做翁姨，咱有一个印象，毋知这是真诶假，就是讲。翁姨原住民这种社会是较女性意识、女性做主的，所以较会去接受这种有几个无共的做伙啊，做一个家庭安尼
敢是安尼？想要问阿玲这个问题。应该是咱台湾人有一个都是家人家好啦，家人家好，就是家人家好啦，这个观念啦。啊，你若排除迄个对翁财占有无？较早那爸母时代，查甫人是查某人的财产的，查甫人是查某人财产的。啊，尾啊，当然时代无共啊，但是变做了啊入要男性主导的社会啊嘛。啊，所以总是爱解决问题啊，出去去。有几个人，这相手骨嘛真好啊！我感觉就是阿酱这部真正是伊安尼拄好嘛安搭着因翁婿迄个心情，啊嘛会当甲迄个原地拄则阿玲有讲，就是伊是酒家底嘛，迄个查某嘿，啊所以就是讲嘛豆豆啊甲伊牵做，算是讲做一个较正经嘛是替人服务的工课。我感觉这真正足厉害，而且伊的。胸坎内还是腹内，就是爱足看了，遮尔大代志会当看较开，我感觉真正是无简单。所以我就讲要说到阿酱这当女性角色啦。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阿酱伊伫金家花甲看翁伊两篇拢是主角，啊煞一句台词拢无，啊拢是迄广告的人来讲话。为什么阿金先无要互阿酱讲话咧？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赶快是这故事的结尾，啊，就是上尾句就是有这个细姨出来吼，啊，伊嘛在看翁伊。啊，毋过别篇故事就无继续讲阿勇的细姨的故事啊。啊，请问阿金先，你敢有想要互细姨这个角色有伊家己的故事？我这个记忆上，我对细姨并毋是我要做的人物啦。若要讲我安怎去做酒家女什么的，我就废去啊。因为我这个系咧就是袂使有成人话题，袂使有啥话题嘛。啊，若要写这伊的细姨这有哦，来甲伊个伊的职业写物件，就有缘我才写这拍的故事目的啊。所以这人物我就无看啦。啊，为什么阿酱拢无互伊讲家己讲话咧？迄个我甲你讲，戏剧甲教作路拢共款啦，用动作甲行为来讲，比较讲的较好啦。讲话是无多在讲的啦。一般的戏剧甲电影有用表演标准来讲，比用话甲讲较好啦。讲话是不要再讲啦，这是文学理论啦。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面人生的精彩交流。最后，咱赶快邀请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陈慕真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看翁姨这篇呢，其实就是顶一篇这个蒋家花的延续，因为伫内底讲的就是阿酱嫁互勇啊的发展。阿酱咧嫁互勇啊以后伊原本拢是过一个一般的生活，因为勇啊嘛真疼惜伊，但是伫一个机会，伊去拄着亏啊，就是进前嘛有讲到的即个作者因的庄头的翁姨，所以伫这篇内底，其实互咱去看到翁姨这个角色搁再一届，而且这个翁姨若是对照咱现代社会来讲，其实伊的职业类型其实是真多元的，伊会使讲是亲像现代的心理咨商师，就是心理咨商的这个角色，就是针对忧郁，也是讲心情真无好的人，透过甲心理咨商师讲话，伊的心情会较好。其实古早翁姨嘛有安尼角色。另外一个就是小儿科的医生，伫早期若是囡仔破病，也是着惊，也是发烧，也是困无好、食无好，就会跑去互翁姨来收惊。就亲像咱即马囡仔辛苦病痛，咱嘛跑去互小儿科的医生看安尼。所以早期无即种现代的医学，无心理咨商师，无小儿科的医生的时阵，拢是透过翁姨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伫遮就讲到翁姨，就是即个亏啊，伊伫迄个时阵，真做一个通灵的人，伊会替人甲死无偌久的亲人牵来面会，叫做牵亡。伫遮呢，就讲到阿酱，因为阿酱
嫁互阿勇以前，其实原本要嫁互另外一个男性，但是伊过身啊，所以伫遮伊虽然嫁互勇啊，但是阿蒋伊诶心内犹原会思念迄个过去迄个无缘诶人，所以当伊拄着亏啊，即个翁姨亏啊，即个翁姨想要阿蒋替伊收整假，含伊交换讲你会使甲过身诶人见面诶，即个机会，总互阿蒋开始有机会来对即个亏啊，第一是透过即个仪式去甲过身诶人讲话，另外一方面，亏啊嘛甲伊做翁姨诶即个本事技巧传承互阿蒋，所以伫即篇看翁姨，其实就是阿蒋为一个收整假诶即个职业诶妇女，变做一个翁姨诶角色诶过程，但是中穿插着即个勇啊诶心情诶变化，因为勇啊是足疼惜阿蒋，总是伊发现阿蒋暗时诶时阵无去，原来伊是去找亏啊，要来甲过身诶迄个无缘诶翁婿见面，所以勇啊诶心情就变做真复杂。伫内底，陈明真真够描写即种悬疑诶气氛，其中一段就是勇啊暗时毋敢困伊就偷偷对伫阿蒋诶后壁，偷偷对伊去，发现着阿蒋就真正是入去即个亏啊诶厝，然后因甲迄个蜡烛诶火分互花，伫内底念一寡咒语，然后咧亏啊诶声就变做查甫声咧，甲阿蒋伫应答，即个过程互咱读着是感觉哇，实在是足精彩诶，互人已经无法度喘气，一直咧看伊诶文字，就感觉描写甲足好。这其实就是伫一个黑暗暝诶时阵诶，一个翁姨，伊伫做遮仪式诶过程。陈明真用文学诶手路甲伊描写甲足深刻。佮有一个重点就是勇啊，虽然知影遮诶代志，伊尾仔诶心情伊有改变。伊讲来嘛算真有情，就是伊去肯定阿蒋。伊虽然做遮诶代志，互勇啊伤心，但是勇啊嘛肯定讲伊是一个真有情有义诶女性，所以无甲伊计较。到尾仔咧，阿蒋伊就开始变做翁姨，嘛增加勇啊因兜诶收入，所以伫遮看到即个女性伊诶工课诶变化，伊为即个收整假诶人变做一个翁姨，伊诶职业诶变化，佮有伫遐即个勇啊心境诶转换，佮有古早诶翁姨因诶角色诶描写，拢是即篇看翁姨诶特色。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咱今仔日这篇故事，看人伊内面有讲到“见呐”、“客”这两句台语词。上到来，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广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来解说这两句语词的意思。看翁姨人的作品内底，拢总出现13遍，可见翁姨对影响足大。见呐，人注音是讲见呐，嘛会使讲见呐，见呐就是每一摆、逐摆。我较趣味的是，台语大词典有讲到，客就是放落安置的意思，客遐。台语大词典甲翁姨人台湾社会地理语言学研究，伊甲规伫新泉腔。台语大词典客嘛是放伫讲全腔的人才会安尼讲。所以这个阿人的故乡应该有全球的成分。
悄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地理囡仔仙》，欢迎准时收听。到阮故乡的残垣。